Goodbye.com 為你推介，綜合咗咁多位用家嘅真實體驗，呢間北投溫泉真係有料到，唔少人都大讚位置夠清靜，避開咗北投嘅喧囂，仲可以望到地熱谷靚景。溫泉水質純度高，溫度控制得啱啱好，仲有唔同種類嘅溫泉可以揀。服務方面更加係亮點，職員態度友善主動，有客人仲話係貼心服務級數，設施保持得乾淨整潔。可能因為有人數限制同年齡限制，所以成個環境特別寧靜高質。休息區仲免費提供礦泉水、紅茶茶包、蘋果同梳打餅，諗得幾周到。雖然有客人提到戶外池落葉較多同地氈固定問題，亦有女客人希望增加面部護理產品，但整體嚟講大家都俾滿分。無論係浸4個鐘大眾湯定係去歐陸餐廳食飯，客人都話會再嚟。仲有人已經回頭幫襯第3次添。呢個價錢雖然有啲貴，但換到咁高質嘅放鬆體驗，絕對物有所值。502港元就可以喺台北北投32行館嘆到大眾湯同按摩體驗，不過記得要電話預約先。呢間係 Relay and Shuttle 集團旗下嘅私人招待所，走尊貴路線，環境雅致又溫馨，坐落喺山間綠意之中。仲可以望住地熱谷嘅天然美景，真係身心都可以完全放鬆。佢哋仲係台灣第一間加入 IELAIS and Shuttle 羅萊夏朵精品酒店集團嘅會員，堅持只有最好，冇次好嘅理念，服務同體驗都係頂級嘅。行館擁有北部最大嘅露天湯區，室內外總共有8個湯池，可以一次過享受北投特有嘅白黃同青黃兩種溫泉泉質。SPA 方面提供歐式芳香療程同東方經絡按摩，由專業芳療師為你度身訂造，幫你徹底舒緩身心疲勞。仲有西餐廳嚴選當季食材，用精緻烹調手法炮製出每季獨有嘅味覺盛宴，連食飯都變成感官同心靈嘅享受。而加上 Goodbye 客路預訂仲有超值優惠，快啲去 book 啦！32行館 VILLA 32坐落於山間綠意，依傍地熱谷，欣溫美景天成。32行館隱身於山間綠意中，腹地深廣的32行館保留了幾近2/3空間的自然景觀，加上後倚地熱谷，欣溫美景渾然天成。為台灣首間 IELAIS Shuttle 羅萊夏朵精品酒店城集團旗下會員，秉持只有最好，沒有次好理念，提供最頂級尊榮的服務體驗。行館由一片荒蕪蛻變為如今的翠綠雅致，創辦人邱先生希望營造的是如同家的溫馨氛圍。推開窗簾，滿眼綠意盡收眼底，大廳的火爐設計，亦寓意走進32行館，如同回到家的溫暖懷抱。行館擁有北部最大露天湯區，室內外共8座湯池，一次暢享北投在地白黃與青黃兩種泉質。32行館擁有北部最大規模露天湯區，男女大眾湯每2週互換，換位景致各有風雲，宛如隱秘山林景景。The Spa 提供歐式芳香療程與東方經絡按摩，由專業芳療師量身訂製，為緊繃身心帶來全方位身心放鬆。室內外共8座湯池，享受溫泉的同時還能環抱於山林之間，白黃與青黃交織而成的自然泉脈，不僅滋養肌膚，更深層喚醒身心的感官知覺。西餐廳嚴選當季食材，結合精緻烹調手法，呈現每一季獨有的味覺饗宴，讓用餐成為感官與心靈的享受。在熱氣輕忽之中，俯瞰地熱谷的景致，靜坐不語，便已是一種修行。大眾湯區的梳化間備有頂級設備與精選備品，每一細節皆精心設計，讓貴賓在行程中的每一步都能感受到細膩的呵護與非凡的體驗。千里之行，以足為本，32為你的初始養色。足浴，溫暖的水波輕撫每一寸肌膚，不同其他，我們以銅盤蓄能，浸泡的同時帶動足部熱能流動，為你洗滌濕氣及所有污穢。專屬 SPA 空間結合柔和光線、香薰與音樂，營造私密寧靜環境。每一次療程皆能深度舒緩，為身心注入全新能量與平衡感。芳療師會細心地諮詢你最近的身心狀況與想改善部位，
舉凡香氣音樂、光線、按摩力度等，芳療師都會根據你提供的信息與喜好，為你量身訂作獨一無二，為你適用的 SPA 療程，為你創造一段美好3-2時光。The Restaurant 室內融合石材與木質元素，呈現溫暖雅致的氛圍，帶來森林般隱密雅致的用餐體驗。依時節設計的套餐選用當令食材，融合山海風味與當代手藝，讓每一道料理皆映照自然的溫度。無論選擇午間或晚間時段，都能感受到料理背後的靜心與專注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a.com 啦！